多行路、多飲水，你以為係養生？今日要同你講，可能反而係傷身。好多長輩為咗健康，日日堅持行過萬步，又飲足8杯水，仲有啲人日日食5穀雜糧粉，淨係飲粥，係咁食鈣片，覺得做得越多，身體就會越好。點知膝頭哥開始痛，胃口越嚟越差，甚至血糖都升高嘅。其實唔係你唔夠努力，而係你用錯咗方法。5穀雜糧磨成粉之後呢，膳食纖維會被破壞嘅，剩翻澱粉同糖呢，血糖升得好快，反而增加糖尿病風險。日日淨係飲粥，老人家消化慢，營養跟唔上，會越食越瘦啊！咁亂補維生素 C， 胃潰瘍嘅人仲會刺激到咧病情加重，補過量仲有機會生腎石。外都唔係補得越多越好嘅，一日額外補300到700毫克就夠嘅。咁多咗咧反而影響鐵同鋅吸收咧，仲會引發高鈣血症。飲水都一樣嘅。咁其實三餐入邊咧已經有水分咧，額外就補1000毫升左右咧就夠。飲得太多會加重腎臟負擔咧，有腎病嘅人咧仲會出現低鈉血症嘅。記住一句，過量嘅好意會變成身體嘅負擔。真正養生唔使花錢，每日笑一笑等於做15分鐘運動，促進血液循環，曬15分鐘太陽，幫身體製造維生素 D， 自然補鈣。瞓覺前用40度以下熱水浸腳15至20分鐘，改善心血管，幫助入睡。多喐手指，多讀書，刺激大腦血液循環，預防腦退化。眼乾眼澀唔好捽，閉眼用力擠一擠，刺激油脂分泌就得。養生唔係跟潮流，而係了解自己身體需要咩，從今日開始做啱嘅嘢，唔做多餘嘅，先至係真正幫到自己。